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立法院的临时会，7月17要来行使监委的动议权。为着要让国民党从立法院的状况过来发生，民进党的立委是周桂梅，为昨就开始伫个议场的外口来排队。早起一透早，总统蔡英文阁送早顿来予立委。国民党会伫第一届退席失败了后，因的总调林维洲讲会调整策略，继续来抗争。 非常不是敌人啊，然后也是国民党总调林维洲去予民进党立委郑文平半邀半请，带伊要去协商，但是林维洲滑头。在野党也没有办法改变任何时间，所以等一下你们就不用再访问我了，因为协商结论已经写好了。国民党立委原本是讲3暝3日，但是无到20点钟的抗争，就去民进党立委用人数的优势独位成功，无予国民党立委又搁成功抢占主席台。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发出加急动员，第一时间入去议场，总统蔡英文搁送早顿来。他们昨天下午就有通知我说，是要送点心呢，还是要送早餐？就请总统府送早餐过来。替立委加油，因为清场成功。临时会28号下晡2点半准时开会，按说7月10号透早行使考试院人事动议权，下晡是 NCC 人事动议权，7月17行使监察院人事动议权。就算是失败，国民党嘛无要放弃。我们会不定期的调整策略了那一定会继续抗争。下晡总统府的秘书长苏家全特别率领考试委员拜会立法院各党团，国民党团已经表示无要见面，讲伊要好好来思考后一步要安怎做。